今仔日我用一个题目甲咱三甲来思考，倒转来到伫信仰的核心，倒转来到伫咱信仰的核心，耶稣所爱咱的是啥物？我想，若回想咱即间教会，本来的台湾人的教会，毋通袂记一项，2005年 Westminster Presbytery 中会已经伫遐大家举手通过，就是本来教会已经要关起来，是中会已经通过要关起来。咱本来教会有一个长老，白人的教会有一个长老叫做帕梅拉长老，伊是第二长老，代表伫中会遐，中会请伊起来。但教会本来教会已经决定要关啊，代表本来的第二长老会当讲几句话无拍算。帕梅拉长老伫遐开始放声大吼，因为家己所爱的一间教会要互人关起来。会友就要准备要迁徙到其他的所在，所以讲甲口甲，迄个时我就我甲阿米长老参加迄个会，然后我爬起来讲，敢有可能，互阮做一个努力，因为VTBC 温哥华长老教会，咱已经要庆祝20周年啦，所以要庆祝20周年，然后我原来打算伫2007年。要转来，要离开温哥华，要转来陪我的老爸，因为伊癌末，所以我要转来陪。所以敢有可能伫我要离开温哥华以前，伫东边佫设立一个福音的据点。所以就2005年，咱 VTBC 温哥华长老教会小会就开始做一个议决，好，咱去支援本来教会对。开设查经班开始，然后咱就开始伫遐伫本来的教会开始有一个查经班，然后咱逐个月对即个教会有一寡奉献，通过即个奉献，互因的 balance， 互因的经济上的、财富上会当平衡，然后无底到全去互关起来。所以本来的教会到今仔日会当袂受关会当会记得，是咱台湾人开始伫遐设一个福音据点。2005年开始有一个查经班，2006年咱开始伫遐有一个迄个 pulpit preaching pulpit， 就是伫遐有开始伫遐有一个迄个报道所，所以咱伫2006年咱开始用本来的教会开始伫遐做礼拜，咱一个月奉献800块互因，所以本来的教会的财富就开始伫遐。开始涌起来，所以至到我想咱台湾人开始伫遐伫遐的聚会，就救着即间教会到今仔日拢也无关。Brian 牧师到即摆也佫伫遐咧做牧师，我想上帝施恩祝福。是安怎咱需要开拓教会？是安怎咱移民者台湾的移民者需要伫遐？逐个人真正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三甲伫遐咧组织，诚做耶稣基督台湾人伫温哥华迄个所在，然后咱用基督徒的身份，三甲伫遐找到一间厝。耶稣伫即个遮对咱的呼召咱所有的人讲，亲像伊伫咧呼召遐个学生共款讲，恁来跟缀我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来跟缀我，我要互恁得到鱼，得到人亲像讨鱼的。恁来缀我，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讨鱼的。”我想一个人伫耶稣的呼召的下面，若真正欢喜跟缀耶稣、学习耶稣，来完成伊人生的旅程。耶稣讲：“我要互你的人生成做一个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人生。”然后，迄个价值是啥物？你会当去影响人，你会当去引带人，你的存在会当去丰富别人的生命，诚做一个有法度通互影响、丰富别人生命的基督徒。
所以你的性命无过是一个孤单无路用的，包括特别是一个移民者，侪人去到伫一个海外，完全拢是生疏无所的所在，离开家己遥远的故乡，亲像迄个老树山寨，山去到遐真侪语言袂通，一切拢袂通，朋友亲情拢放了的情况下面，真侪人的性命直直要孤单去。耶稣伫遮伫咧对咱讲：你来跟着我，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掠鱼的。所以，若安尼今仔日，咱诚做一个跟着耶稣的基督徒，咱要来想。跟着耶稣做耶稣的学生，有几项真要紧的，咱要对遮进入。主啊，当我要成做一个跟着你脚步的人，愿你指示我的人生，愿你开阔我的智慧，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奥妙。主要甲咱讲什么？伫遮就要进入我今仔日所读的第2位的圣经。马可第8章34节，马可第8章34节，伊就叫众人甲伊学生来，甲因讲：若有人爱缀我，就着看无家己，举伊的十字架来缀我。耶稣讲的，若有人要缀我，第一句话伊讲：恁来跟缀我，恁来缀我，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得着鱼。然后第二句话伊讲，若有人要缀我毋知影你是毋是真正要缀主耶稣基督迄个人。但是你今仔日既然已经成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既然已经成做一个伫信仰内面的团体，伫咧出入，搁有伫咧读圣经，有伫咧祈祷，有伫咧灵修，甲基督徒的团契有伫咧相亲的人，我想。耶稣要对你讲话，伊讲：若有人要对我，第一项就着看无家己。第一项，若有要跟着耶稣的人，第一个真要紧的就是，你着爱看无家己 ，deny yourself。因为伫这个世间，真侪人是真注重伊家己。拢伫咧建立伊家己的思想系统，然后伫咧追求伊人生的价值，然后已经建立一套伊家己伫咧评论即个社会，看即个世界，用伊的眼光，用伊几若10年伫咧经营起来的一个价值系统、思考系统，伫咧评论伊身边的人、伊身边的代志、伊身边的世界甲环境。所以，真侪时阵，人已经建立伊家己。家己变做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价值系统，不过伫咧建立家己的世界系统、价值系统的时，耶稣第一句话要甲咱讲的讲：若有人要缀我，第一要紧的第一项代志，你着爱看无家己。中文讲舍己，就当舍己。看无家己的意思是，无掠家己的主张做主张，无掠家己的意思做意思。看无家己舍己的意思是舍弃自己。不过伫过去，咱有偌侪人用几若10年伫咧建立家己的思想价值的系统，已经有一套伊的看法。不过来到伫耶稣的面前讲，耶稣讲：你要缀我吗？你要做我学生吗？但先甲你遮个老风去杀，甲你的大脑去杀，甲你的思考系统去杀，甲你家己的心思意念、你的嗜好拢去杀，甲你家己对迄个悬悬的所在，你要行落来，你要行落来。对打了后，你无阁急，你无阁坐伫你家己的宝座的顶面。这个我家己心内的宝座，我家己价值系统的宝座，啥人去坐？主啊，你是耶稣，你是我的主，愿你坐伫我生命的中间，迄个上要紧的宝座的中间。所以对打了后，
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基督是我性命的主。我一切听主的，无搁有我家己，无搁有我家己的脾气，无搁有我家己的喜怒哀乐，无搁有我家己的情绪。我已经甲主同等是日价了。迄个旧的我，迄个老我。迄个过去的几若10年伫咧建立的迄个我的价值系统，我的思考，伫主的面前，我愿意为主拆毁我自己。从今以后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因为这是耶稣咧对咱讲的话，毋知你诚做基督徒，你有欢喜承受这个第一句话的呼召啊无？然后人要对我，就着看无你家己，家己的骄，家己的要紧性，拢为着主的名，直直拆毁，直直拆毁。咱真惊，真惊有人信耶稣，真惊有人入来伫教会。真惊有人做牧师，真惊有人做执事长了后，然后拢入来伫教会，然后还阁用伊家己的主张做主张，用伊家己的情绪做情绪，然后伫基督徒的团体内面，伫基督徒的教会内面，家己的意见全变做伫咧主事整个团体伫教会内面画起画倒。我安尼是啥人做主？对即个人入来了后，教会所传伊咧做主，教会所传变做伊咧做头，教会一切拢用伊咧做主张，认为错了，错了。一个耶稣讲，你若要做我的学生，要跟缀我，第一项代志，拍破你家己，然后拍破每一个家己，不再以自己为中心。不再以自己的意见为意见，定定咧追求的，就是咱咧学习耶稣，耶稣拢伫咧追求的爸啊，那是你的旨意。所以伫咧祈祷的中间，甲咱讲，咱逐摆祈祷的时，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成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所以耶稣爱咱跟对伊，就是跟对耶稣的脚步，入来到伫上帝的家，敢若伫咧超找的，毋是我。所以恁逐个人毋免看我的面相，恁逐个人毋免看我的意思，我无啥物意思。只要逐个人若伫上帝面前找求的，上帝旨意上要紧，上帝意念上要紧，要安怎样互上帝名伫咱的中间完全畅行无阻。我想迄个逐个人咧超找，就是主的意念做意念，主的意思做意思。愿上帝施阮祝福。真正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尊主最大的教会。本来的台湾人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坐伫遐，是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咱整个的中心。每一个入来到伫遮的人，拢看无我家己，看空我家己。每一个人来到伫遮，拢是咧追求，咱来追求主的意思。咱逐个人三甲用祈祷的心来找求主的意思，这个就是我的意思。所以主的意念上好，逐个人若会当伫这个内面追求同款的，伫一个信、一个主、一个洗礼、一个见证下面，咱就咧追求迄个要安怎显明。愿主基督点伫咱，愿主对咱讲的声，真正会当诚做你我。咱今仔日三甲伫遮日礼拜，拢听到第一个声，迄个第一个声就是耶稣讲：你若要做我的学生，你若要跟缀我，第一项是啥物？就看无家己，就当舍己。第二，若要跟缀耶稣做主的学生。做主耶稣有名有实的基督徒，第二个就是耶稣讲的，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要逐日
背起你的十字架。Take your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. Take your cross daily and follow me. 因为你我咱每一个人拢有咱人生的问题，拢有咱的苦楚，拢有咱的责任。伫咱即个伫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中间，拢有伊真侪的难处、重担、目屎、责任，无论你愿意还是无愿意。耶稣讲：你若要做我的学生，你就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而且是逐日，其他圣经讲，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。所以安尼来讲，伫你甲我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是啦，咱有真侪责任，你袂当逃避；咱有真侪的重担，你袂当放下。咱有足侪伫咱的实际生活的中间所拄着的真侪的困扰，你袂当埋怨，因为你有困扰，别人嘛有困扰；你有重担，别人嘛有重担；你有你讲袂出的苦楚，别人嘛有。那要安怎？别人当啊硬念，别人当啊放了就做伊走，无责无任。别人会当独善其身，过伊家己爱过的生活，剩的拢甲放咧，眼不见为净。基督徒毋是安尼，基督徒咱袂当亲像遐个修炼的人，剃去3000烦恼丝，爬去个山顶，然后讲甲即个风尘、甲即个世界啊无插风尘俗事。这个是一个道别性的人生。基督徒是耶稣找咱一个，耶稣找咱，你成做一个基督徒了后，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听主的话了后，主爱找你入去，搁入去你，搁转去你的厝，担起你的责任，担起你的家庭的责任。伫责任的内面，伫咧实践责任的过程，你有真侪困苦难处，对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有真侪不如意的中间，总是迄个担。圣经讲，上帝要予你的担，毋是你担袂起的。上帝要予你的担，拢是你担会起。总是有当时担甲真喘，担甲真。有真侪的苦楚的时，所以人会晓谦卑，人会晓祈祷，人会晓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跪下2、3个这好兄弟好姊妹，真正伫信伫听，然后逐个人三大岛、三夫妻、三鼓励，然后咱一个培养一个团结，所以毋是你家己一个咧担，逐摆伫咱的苦楚的中间，有人三甲伫咧替你祈祷。伫艰难的中间，上帝伫咧磨练你的心，上帝伫咧锻炼你的意志。所以伫困境的中间，咱要亲像黄金芦花螺，咱要亲像遐个珍珠，是伫迄个真苦楚的环境的内面，经过遐个山，当啊磨到尾啊，艰苦才变做甘甜。苦难的十字架全变做荣耀的冕旒，所以 no cross no crown。但这个伫咧培养咱，做一个基督徒，你绝对毋是一个道别型的性格，你毋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格。基督徒是伫各种的难题中间，你要赢过。是毋是靠你家己赢过？是伫信仰的内面，主要帮助你。你有偌济的担，不要紧，主要帮助你担，伊无放杀你孤单。
只要你信心，只要你徛在伫神的人，凡事拢会。咱咧讲军队主、清君主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信心的课程，迄是一个信心的旅程。信心是啥？信心是现在有真侪苦楚，现在我看袂到头前的路，总是我相信。我相信上帝伫我的心内，上帝帮助我，上帝要诚做我坚固的要塞甲地盘、石盘。当我若坚固徛在伫主的面前，伫主的十个月，伊要保守我，伊要引带我，主真多的天使，伊要带我，伊要陪我，所以绝不放弃，因为在信我凡事都能做。因为有主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风浪。这个就是耶稣咧讲，你要欢喜跟对我吗？你要做我的学生吗？提起你的十字架，背起你的十字架，背起你的责任，好好尽职。而且这个尽忠尽职，你若是1000个，你若是2000个，你若是3000、5000个。只要甲你的温事去照去工，尽心尽性尽力挖出来，尽力打起来，打好势。最后你要看见后壁上帝怎样将你的重担变做一个荣耀，将你所拄到的变做一个欢喜、快乐、感动的故事。这个你绝对唔通放落十字架。耶稣讲，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主要是你的。每一个人有你家己的。我有看到一寡基督徒真无彩，家己的责任拢担，家己的责任无认真担，家己对厝内无责无任，无尽无扮演好伊的角色，但是来到教会。指挥东指挥西，嫌东嫌西，讲东讲西，伊咧讲的拢是咧讲别人的十字架，拢咧讲别人的问题，伊家己咧。耶稣咧讲，法利赛人啊，你着细哩哦，因为真侪时阵，恁拢伫咧指挥别人，伫咧指责别人，伫咧挑剔别人，伫咧看别人安怎样，伫咧讲别人安怎样，但是恁家己连一支砖头仔都唔认得，因为。无论是伫咱私生活，无论是伫咱台湾人的团体，无论是伫咱家己的教会内面，每一个人，咱是这个信仰的家庭的一份子。你是上帝国的内面一个真要紧的一份子，所以来到伫遮，牧师就扮演伊该任牧师的这，迄是伊的十字架。你若是长老，你有你长老的十字架，袂当倒撇，袂当放下，要尽力打去。而且是逐工打去，找到你该有的责任了，你着好好去执行，尽心尽性、尽力尽意。这个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过程，咱甲咱家己的，所以 take your own cross， 甲你家己的十字架担好，别人的你莫管伤济。咱真侪时阵拢伫咧攻击别人，伫咧指责别人，伫咧看别人。然后咱陷入一个信仰的危机，甲团体生活的危机的内面。信仰敢若咧讲，我读圣经，我祈祷，我领受，转来伫咱家己。耶稣咧讲，请背起你家己的十字架。这个是要做基督徒的见证，一个真要紧；要丰富基督徒的生命，一个真要紧。咱家己先甲家己的代志做好，先甲家己的代志做好了后，咱要互别人看到。你伫各种的处境下面，你伫各种的艰难的内面，你安怎样过着一个平安、喜乐、丰富？你会当赢过你的苦难，你会当赢过你的孤单，你会当赢过各种的灾。哎呀，你有够够，你是安怎样？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基督徒竟然会当帮助你行到安尼，基督徒会当引带你，互你会当行做，我无法度呢。所以，当你行出一个伫苦难的人生。伫一个非常不如意的情景的中间，你去行出一个真水的一条路了，别人看到都羡慕你，然后你就甲伊讲来，换你来对我，
你若来缀我，你若捌着即个信仰，你若捌着即个耶稣，你若入来到伫即个信仰的团契要入去的教会内面，你若入来到伫遮，阮只有一群人，阮逐个人拢共款，甲你共款有足侪人生的问题，嘛有真侪苦痛。但是阮入来到伫遮，有人相底祈祷，有人相底鼓励，有人相甲陪伴，咱的信仰搁帮助咱有真侪想袂到，上帝互咱有迄款的智慧能力，超越咱原本个人会当有的。即个，所以当咱家己甲咱的责任、甲咱的角色、甲咱的事业给担好，甲扮演好了后，这是开始要最水的见证的一个真要紧的一步。所以第一项代志是要看无家己，入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入来到伫教会，家己绝对爱先提起，唔通有伤强家己的看法、意见主张，然后你会去影响别人，你会将别人甲杀去边啊，甚至你会甲耶稣杀去边啊，因为我真牛，因为我意见主张足强，连耶稣都无法度通好插嘴插舌，这个是一个足为难的一项事啊。请听耶稣的第三句话。耶稣的第三句话，我会甲咱分享是讲，着学习做奴仆，着学习做奴仆。耶稣的学生中间有一个做老母的，有一日来找耶稣，甲伊讲：先生啊，当你的工人啉够的时，拜托你，就互我的囝一个坐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你的倒边。先生啊，当你的工啉够的时，请会记起，我才有两个囝，一个互伊坐你的正边，一个互伊坐你的倒边。真侪人来找主耶稣，真侪人来到伫主的面前，伊伫咧想的是，耶稣要让我伟大，耶稣会带给我丰盛，所以耶稣要互我坐悬无坐伫低位，总是咱的主伫即个遮，伊咧讲，伫即世间有统治者伫咧管理恁，伫即世间有做官的伫咧支配恁，但是恁毋是安尼。伫恁中间，啥人若要做大人物，啥人就爱做恁的奴仆；啥人若要做官位，啥物人就爱做人的妻佣。伫恁中间，啥物人若想要做大人物，伊就爱来做恁众人的奴仆；啥物人若想要做官位，伊就爱学习做人的妻佣。奴仆、妻佣，这个是伫耶稣基督的团契内面一个真要紧的身份甲态度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咱已经入来到伫主的家庭的内面，咱来学习今仔日耶稣予咱的第三句话：恁着学习做奴仆，做众人的妻佣，因为伫上帝国，上帝要互家己看做卑微的，然后上帝高升伊。上帝要互所有欢喜学耶稣屈家落去甲人洗骹的，欢喜来服侍众人的，耶稣。伊竟然褪伊的衫，耶稣竟然下伊的下裙仔，然后摕水屈家伫学生的面前，一个一个甲因洗骹。有学生彼得甲伊讲：主啊，你的确袂当洗我的骹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若无互我洗你的骹，就我甲你无干涉，你嘛甲我无干涉。亲爱兄弟，来到伫主的面前，咱毋通直直想要做大。来到伫主的面前，
咱都要学习一个态度，伫咱身边有足侪人，伫咱身边有足侪兄弟甲姊妹，伫因的面前，咱都爱定定对因讲，毋知你有啥物需要无？我会当为着你做啥物？特别温哥华，这是一个移民的社会。移民的社会有太侪移民社会的问题需要，有偌侪人因的厝住甲真大间、真堂皇，但是因的厝内充满足侪惊吓不安，因为足侪问题，做一个移民者毋知要安怎样处理，毋知要安怎样解决。耶稣讲：恁若要做我的学生，恁就爱学习去服侍人，去服侍人。学习去做人的册用，特别恁遐坐伫权威的，特别恁遐伫社会有名望的，特别恁遐伫教会内面有一寡名分的，请咱遮的每一个人来学习，听谈主的声，来到伫主的面前，来到伫教会，无人的头是举较远悬，无人是坐伫遐伫咧互人服侍的。每一个来到教会，特别是入来到基督的教会，每一个人拢都要爬起来，因为独独耶稣基督坐伫，耶稣基督坐伫咱的教会的宝座，耶稣基督坐伫咱性命的宝座，耶稣基督坐伫咱团体的宝座。然后每一个人看到主入来到伫教会，逐个人都积极温群，然后我伫咧讲，咱会当创啥？我会当创啥？屈家家己，看无家己。我想迄个是一个真要紧、真要紧的态度，来到伫主面前，咱无欠缺高高在上，咱啊伫咧指挥的人；来到伫主的教会，咱无欠缺遐个监督者、指挥者；来到伫主基督的教会内面，咱欠的。是耶稣基督，独独敢若主坐伫遐，每一个人拢爱甲一个态度表明出来，就是温群做工。每一个人，特别是伫教会中信主哪久的，就是伫教会内面，若感觉家己信仰若属灵的，请咱遮的人都爱行进前，做进前，然后谦卑进前，比人较谦卑，比人较温群。比人搁较热切，走进前伫遐直直问：我会当为着你做啥物？我是教会的代表，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来到伫你遮，毋知我会当为着你做啥物？大家用一个真谦卑、轻快的态度，然后直咧奋进，愿主保守。互咱真正开始进入一个基督徒，毋是干那口传的基督徒，毋是冠冕的基督徒。到伫遮，这已经开始伫咧震动起来。这已经咧就学习做萝卜是咧做工，所以才是一个 doing theology， 开始伫咧做啥物，是为着人咧做，总是为着人咧做时，毋通袂记咧，为着人咧做，就是为着上帝咧做。所以耶稣要邀请咱进入第四点，信仰的核心。耶稣所爱的5项是啥物？今仔日的第4点是耶稣爱你，疼上帝，就疼人，亲像疼你家己。Love God, love others as love yourself。疼上帝，佮着疼人，亲像疼你家己。拄则咧讲，着谦卑、屈家，学习做萝卜，是咧服侍，是咧做工，是咧服务。然后即个则咧讲，着疼上帝，着疼人，亲像疼家己。疼上帝，疼人，你要安怎去疼？上帝看袂到，你要安怎疼？圣经讲，你若要疼上帝，是着对疼人开始。你若袂当疼迄个你。伫你身边看会到的人的事，
看会到的人的需要，你都拢无叮当啊！你要安怎听迄个听袂到的上帝？所以圣经讲，你若要听迄个看袂见的上帝，你着对听人来开始，因为这个人拢伫咱的身边，这个人的需要足具体伫咱的身边。你听上帝吗？对这开始。你真正要服侍上帝吗？对服侍这个人开始。因为这个是信仰的一个真要紧的呼召。较切恳，所以信仰毋是干那听，然后信仰爱搁去行。信仰毋是讲你来，信仰是讲你来了后，你就搁去服侍，去做工，去服务，去听堂，去陪伴，去鼓励，去带人祈祷，去带人三甲来做礼拜，去帮忙别人解决伊的问题。伊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后，伊就知影讲：哎呀，实在是上帝听我、找你来到伫我的身边。所以耶稣讲，这世间无啥物比听搁较要紧。总是咱咧讲听上帝，我甲你讲，听上帝，逐个人喊甲真大声，因为听上帝足简单。上帝看袂见，要安怎听？袂晓听，毋免行动去听。所以若有人咱要真熟练，咱要来讲，咱就听上帝。我甲你讲，迄个拢是若无说理，迄拢是真虚假。只有一个真实在的，耶稣咧讲的，圣经咧记载的是讲，你听上帝吗？就是上帝，你着要真心、真心、真力、真意去听。但是你若要听上帝，就要听厝边，听你的厝边，听你的厝边，亲像听你家己。真侪时阵，咱咧听家己，听伤重，听到尾，咱无法度听厝边。咱家己的意念伤重，所以咱无法度接受别人的意见。咱家己的看法主张太强，所以咱甲别人拢压得扁。安尼是听吗？迄是一种看轻、侮辱、伤害。所以，遮咧讲你听上帝吗？对咱来听咱的身边，爱护咱的身边。尊重咱的身边，照顾咱的身边，听别人，亲像听咱家己。咱若听家己8分，至少咱嘛爱听别人6分嘛，敢毋是？太多，咱若真注重家己的意见，互人接纳。咱有当时咱嘛都爱烦恼转来，咱都爱换来共款来听别人的意见嘛，敢毋是？所以要听上帝吗？遮甲咱带的是讲，先去听人，因为遐一个听需要的人。当需要的人，因的需要受满足了后，你已经咧听上帝啦。马太25章伫咧讲，叫咱啥？伫咧讲，请迄个智慧说一个，行伫迄个智慧说一个，就是去行伊伫我。请迄个智慧说一个，就是听上帝。所以主耶稣甲迄个艰苦人的艰苦，甲上帝连斗阵。你听上帝吗？听你身边需要的人，由于即个。伫咧甲咱讲，温哥华的社区有足侪需要人，即个嘛伫咧甲咱讲，无论的教会内面，所有入来到伫即个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，拢是咱爱听的，咱爱教家的耐性，教家的宽心，教家的宽容，教家的尊重，然后你好好去倾听，你好好去帮扶，你真正伫咧倾听的过程，你已经在聆听上帝在他里面的声音了。足侪人真孤独，伊需要有人听，所以莫伤侪人拢伫一当扮演伤悬的角色。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里面，在耶稣基督的呼召里面，从那个高位上，每一个人都一直走下来，走下来，让我们真的在上帝的面前找到一个定位。那个定位是：我是上帝的仆人，我是上帝的仆人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是上帝的奴仆，我伫上帝的奴仆要三甲，互真的上帝每一个百姓受伤的心灵，拢会当通过带因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伫圣神的医治安慰的下面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被满足了。然后伫遮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新造的人，旧的拢过去，啊，拢变成新的。每一个人的性命通过这个受人听、受人得到医治，有人倾听、有人尊重了后，每一个人伫这个教会内面找到伊的一个
安全的席位，他在这里找到了安全感，他在这里找到了爱，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归属。望咱不能比教会，讲做一个最人意爱的所在。哪里有爱，哪里有安全感，哪里就有许多人愿意往哪里走。第五点，耶稣国外的主对于伊的学生讲：你们要去，使众人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要教训他们遵行。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，第五就去传福音，就好好做见证，就 preach the gospel。上帝的福音就是听，上帝的福音就是拯救，上帝的福音就是互受苦的人要得到医治。互无平安惊吓的人，看见国外的主要互伊的愿领平安，互迄个空虚毋知影要安怎样的性命，会当伫主的内面看见我主耶稣国外的主要互恁活命，佮互恁的活命是丰丰富富的活命。每一个人入来到伫教会，拄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了，圣神伫伊的内面做工，圣神的伫伊的内面医治，然后互一个受伤的心灵、受束缚的心灵，伫圣神的内面拢找到伊的自由，然后活出一个真开朗的生命，然后大家人拢伫遮找到讲：哎呀，有主真好。有基督的教会真好，望咱本来的教会对2006年开始伫遐，2005开始查经，2006开始做报道所，2007开始成立同会了后，咱这个本来的教会永远这拍火无花去。拢伫主的恩典甲疼痛的下面，一年搁一年，人虽然有变化，总是主的疼永远无变。上帝的救恩永远伫遮，伫咧震动，才有主的十字架，才有主互咱的望，人生互咱的人生看到国外的资料，每一个人拢活起来。移民的社会苦难郁卒，每一个人拢伫遮看见。移民了后，阮的家族内面得到换新，迄个换新的过程的中间，信仰上帝的疼，教会陪伴，成做一个真要紧的因素。愿主赐阮祝福，愿主听咱的祈祷，愿主接纳咱的敬拜。这是上帝的厝，所有需要的人拢入来到伫遮。入来到伫遮的人，拢听主的声。主坐伫迄个悬的位，基督是咱要入去教会的主。除了基督是主以外，每一个人拢是谦卑，看无家己，努力陪咱福音见证的十字架，甲咱家己的生活、工作，甲咱的使命，拢好好逐日担。逐日背到，互伊行出一条新的仰望，然后逐个人欢喜谦卑做奴仆，三服侍、三关怀、三代祷、三鼓励，然后咱伫咧表明，咱真正是主内面一个疼的大家庭。然后最后，这个就是咱共同的见证，这个就是咱共同的见证。上帝心说，三甲来祈祷，主啊，阮感谢。互阮移民的社会，台湾人会当逐所在存在。台湾人来到伫加拿大，会当得到加拿大政府对阮的接纳。台湾人伫伯勒比，伫大温哥华，会当伫即个大温哥华，也阁有一个教会。愿上帝保守阮，愿上帝的神伫阮的内面，互阮有热情。迄个当初起初的信，起初建立教会的热情，到伫今仔日，每一个人拢也阁存在。
我要甲即个教会起造好势，我要互即个教会有上帝跟基督的救恩伫遮，然后逐个人要互即个教会成做一个有公用的教会、有见证的教会，侪台湾人的移民才会当伫遮得到鼓励、甲扶持，性命会当伫遮得到丰盛。上帝也帮助阮，引带阮，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摆伫你的面前，听阮的祈祷。互今仔日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愿阮通过耶稣的话，阮欢喜跟缀伊的脚步行，做伊好的学生，是谦卑学习三甲来跟缀的，照主的脚步，照主的旨意，照伊讲的话，照伊的所做的态度，阮要来过阮的人生。愿上帝你的神引带保守，丰盛阮每一个移民者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